爺爺講故事。OK。爺爺講1843年香港及世界大事。1843年電炸爵士出任首任港督，他成立定例局、立法局前身及議政局、香港行政會議前身。皇后大道中建成通車。當時英女王維多利亞芳齡24歲，風華正茂。首任英國駐上海領事巴富爾到任，標誌住上海正式開埠。洪秀全在廣東花園建立，拜上帝會，自稱上帝之子，並稱呼上帝為天父，耶穌為天兄。法國政府正式宣布投入香煙的製造生產。新西蘭土著居民毛利族人反抗英國殖民者，毛利戰爭爆發。哦，好聽！請訂閱、分享、同點讚。Thank you very much.